镜周刊报道，爱车成痴的妥宗康将在今天20日于 Vido 推出全新节目《大哥开什么东西》，期盼用狠的方式介绍汽车，让专业的名词术语化，借此让男女观众知道懂车其实一点也不难。节目首集邀来爆乳女神熊熊和专业试车手 Andy 老爹聊车。熊熊以女性观点分析，女生的后车厢常常又放鞋子，又放衣服，又放外套，还有很多刚买回来的东西，所以空间非常重要，真的很。妥宗康听完后心有戚戚焉，说自己曾经看过一个女生在后座放了20双高跟鞋，他不解询问：“你们女孩子是蜈蚣吗？”熊熊这时点出关键，因为我们把车子当成一个行动换衣间，有时赶通告，有时工作之间突然有空档，就可以拿出鞋；有时晚上要去参加派对，再从车厢拿出高跟鞋。妥宗康听完熊熊的解释后，终于稍微明白女性选车的考量点，但他好奇再问对车子的外形是否也有要求。熊熊则认为女生没有男生那么专业，我就喜欢外形比较圆润的，然后舒适度也很重要，因为女生腰常常会痛，坐起来舒不舒服很重要。